送中的抗争演变做罢工、罢市、甲罢课，想袂到台中的水果农嘛受到牵连，因为香港的业者委托到台湾的代理商落订600粒的这个芒仔龟，果农拢已经包装好势，准备要用航空寄过香港。结果临时传来香港罢工的消息，600粒的芒仔龟总调咧运袂出去，当初阁无签约，只好是家己认衰。贴伫涂骹一粒一粒香菇顶的芒仔龟，这拢是外销的顶级，刀啊破开，敢若是果肉，口感赞，甜度悬。不过即马伫这个所在拢卖袂掉，互果农单志伟是真伤脑筋。这一颗是1.8公斤，是3斤。香港业者委托台湾的代理商向单志伟订600粒，原本拢已经包装好啊，准备要航空寄送，想袂到香港反送中演变成罢工、罢市、罢课，这批芒仔龟煞运袂出去。伊当初佫无签约，只好家己处理。就没有人可以去处理，对，大家都罢工了。他目前采收下来的话，基本上应该是在1个礼拜之内。会有一点点沮丧，不过有一个预期性的心态啊，对，因为我们也知道说香港这一边的状况。香港罢工伫台湾的果农嘛受害，想袂到第一次接香港订单，就拄到这款的状况，厝内咧食甜甜哈密瓜，不过果农的心是无比的可惜。